想要一條好嘅長能路很簡單，接牌無論點樣操作都可以發出長龍。接落嚟示範開長莊。2點、4點，莊贏，繼續開莊。當8點直殺，仲係開莊，每次都控制得好好。仲係開莊，哇！9點莊贏，下手仲係莊。好啦，8點莊贏。想開幾多莊都可以，想知背後秘密，繼續關注我啦。